人活一世人最委屈嘅事，唔係窮，亦都唔係失敗，而係明明你對人有禮貌，對人真心真意，人哋煞有介事當你嘅好係理所當然。拎你嘅沉默當做軟弱，甚至完全唔尊重你，你越係退讓，佢就越係得寸進尺；你越客氣，佢就越覺得你冇底線。到頭嚟你唔係輸俾人哋，而係輸咗俾自己嘅好脾氣。好多人問我，面對呢啲唔尊重你嘅人，要唔要塊面一塊反咗佢？我話根本冇必要反面，係最容易做出嚟嘅反應。但係真正有智慧嘅人用嘅係三招，呢三招表面上睇落好柔和，但係比反面更有力量，因為佢令你贏嘅唔係面子，而係成個人嘅氣場。贏嘅唔係一刻籌贏嘅快感，而係長遠嘅尊重，贏到格局，亦都贏到條命嘅平衡。第一招唔去解釋，由得人哋睇低你，而唔係你自己急住去證明自己。人喺俾人睇輕嘅時候，第一反應就係想解釋，你誤會我咯，我唔係咁嘅人。但係你越係解釋，人哋就越唔信，因為佢哋根本就唔係想理解你，而係想睇你心慌意亂。易經有講，靜者神明也。真正有修養嘅人，越係俾人誤會就越係安靜，因為佢知道清者自清，綠者自綠。解釋得太多，反而變咗做邊解，邊解得太多，反而失去咗分量。我後生嘅時候，曾經喺公司入面俾同事面會，話我太中意出風頭表現自己，我心入面好難過，亦都好想去滅食。但係後嚟諗衰啲，解釋又可以改變到啲咩？講一句佢哋夾翻三句，於是乎我選擇沉默，應該做嘅事照樣做，應該交嘅報告照樣交。過咗半年之後，上司調我去帶新入職嘅新人，嗰班同事呢個時候先至發現，原來我唔係好出風頭，只係做嘢認真。由嗰陣時開始，佢哋對我多咗份尊重，少咗好多閒言閒語。所以我成日對我嘅學員講，解釋係講俾明你嘅人聽嘅，沉默係俾唔明你嘅人睇嘅。明你嘅人根本唔需要多講，唔明你嘅人你講到口水乾都冇用。論語有話，君子欲生於言而敏於行。真正嘅君子唔係靠條脷去贏人，係靠行動去建立信任。你越係急住去庇護，就越顯得你作賊心虛。你如果穩陣到好似座山咁，反而會令人心生敬畏。唔解釋絕對唔係認輸，係因為你一早已經睇透，每一個誤會都有佢嘅壽命。時間會講出真話，沉默就係最好嘅法官。古人話是非自有公論，不勞多言。呢句説話真係太有智慧。你唔去解釋，唔代表你驚，而係你已經睇到穿一穿人哋心入面明唔明白，唔係靠你解釋，而係靠佢哋自己嘅格局。中庸講君子慎獨，慎獨係咩意思？就係喺無人理解你嘅時候，依然可以做到唔發嬲、唔亂咗心神。當一個人可以喺俾人誤會當中保持平靜，嗰個就係佢氣場最強大嘅時候。人哋越係輕視你，你越係淡定；人哋越係挑縱你，你越係安然無恙。因為你明白，風會吹散啲謠言，時間會留低真相。唔解釋唔係冷漠，係一種修養。佢令你唔會同埋啲小家嘅人夠超，唔會俾啲淺薄嘅人帶走你嘅情緒。一個識得沉默嘅人，才真正識得咩叫分寸。佢唔需要大嘈大鬧就可以贏到尊重。第二招，唔去爭辯，靜觀其變，用時間去證明你嘅人格。你有冇發現到，越係同人爭就越唔會有結果，越係想人哋理解你，反而越容易俾人誤會人。呢一世人最大嘅浪費就係喺爭事入面跌走咗自己嘅氣度。你越爭人哋就越起勁，你越急人哋就越輕視你。到最後無論邊個啱邊個錯，你都已經輸咗喺姿態上面，輸咗喺修養上面。已經有云斤斤君子，卑以自牧。真正嘅君子唔會去爭一刻嘅口舌之快，佢知道凡係要靠把嘴去搞定嘅事，其實一早已經輸咗。有德行嘅人從來都唔爭，因為佢心知肚明，每個人有自己嘅命，講嘢有自己嘅處境度不同，不相為謀，根本唔使夾硬融埋一齊。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，
佢個人好心急，好燥底，最忍受唔到人哋怪責佢。有人話佢唔好，佢即刻反駁；有人單單打冧刺佢，佢當場頂撞翻轉頭。每次爭論完之後，佢都氣冧到幾日幾夜瞓唔條氣。後嚟我同佢講咗一句話：有道理嘅人根本唔需要去證明，冇道理嘅人你證明俾佢睇都冇用。佢聽完之後沉默咗幾年之後，佢真係成個人變晒。再遇到嗰啲中意用説話刺心刺肺嘅人，佢笑一笑，另轉身就走。嗰一刻反而是嗰班人覺得私家。《道德經》有話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你唔去爭，唔係因為你懦弱，而係你已經睇得明爭論係對方嘅戰場。當你踏入人哋嘅戰場，你由一開始就輸咗人。如果修練到夠穩陣，就完全唔需要用言辭去證明，因為時間係最公平嘅裁判，事實係最有力量嘅回應。曾國藩後生嘅時候脾氣好暴躁，科舉連續失敗，成肚都係怨氣。直到有一次，佢俾上司當住所有人塊面痛罵，佢夾硬壓低自己團火，低頭答一句係：由嗰日開始，佢開始改變自己嘅命運。佢悟出咗一句話：能忍一時之氣，唔係屈服，而係幫自己積得一個可以忍耐嘅人，絕對唔係軟弱嘅人，而係清楚知道條氣定落嚟，事情先至會成功。我哋成日都話爭奪係輸家玩嘅遊戲，安靜先至係贏家嘅修行。中庸講喜怒哀樂之味，發位之中。一個人如果可以守住個中位，唔俾自己嘅情緒帶走，佢就已經贏咗。人哋喺背後講你壞話，你唔使回嘴焗斥；人哋黏刺你，你唔使同佢爭；人哋睇低你，你唔使大費周章去解釋，你只需要微微笑，行得正，企得正，心安理得。因為時間會過濾所有大話，亦都自然會放大真誠咯。記住，靠爭辯贏翻嚟嘅尊重全部都係假嘅，用德行贏翻嚟嘅敬意先至係真材實料。真正嘅強者唔係贏喺條利上面，而係贏喺人格上面。你唔爭，唔係因為你驚輸，而係你唔想冒咗自己。因為你明白命運從來唔會眷顧急躁嘅人，只會留俾可以沉得住氣嘅人。唔爭係人生嘅一場修煉，爭一時之氣，傷嘅係自己嘅格局，讓一步之歡，贏翻嚟嘅係成片天地。所以話面對嗰啲唔尊重你嘅人，你越係穩如泰山，佢就越係亂；你越係安安靜靜，佢就越係心慌。因為佢一早期待住你反面發爛渣，而你呢個時候居然笑咗嗰一刻，你其實已經贏晒。唔爭唔係逃避問題，係大智慧，唔係向人示弱，係定力夠。你越係安靜，你體內嘅氣就越昌盛，你嘅氣越盛，人哋就越唔敢恰你。呢個就係唔爭嘅最高境界。無聲勝有聲，無言先至最有力。第三招，唔去報復，保持自己嘅格局。交俾命運去教訓佢哋。人喺俾人輕視嘅時候，心入面最容易生出一種諗法：我要令到佢後悔莫及。你越係想去報復，心入面團火就越燒越旺，火鑊你個人就會亂，結果你連人哋都未燒到，就經已燒傷咗自己先。我成日都講，人生最大嘅報復唔係要令到人哋過得好難受，而係要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。已經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呢個絕對唔係咩迷信，係宇宙之中最深奧嘅因果律。人種咩心因，就會得到咩果報。你如果心懷怨恨，你嘅氣一定會變得污濁；你如果內心平靜，你嘅運勢自然會清澈。因此，面對唔尊重你嘅人，最狠毒嘅招數唔係去報復，而係你活得比佢更高更遠，更加光明磊落。你 interest 提升自己，佢就越發顯得渺小。你越係心平氣和，佢就越係感到坐立不安。有德行嘅人唔需要提高自己講嘢嘅聲浪，天地自然會幫佢出聲。我認識一個做企業嘅朋友，後生嘅時候窮到身。有一次佢去拜訪一個供貨商，對方連杯茶都冇倒俾佢飲，仲喺側邊單打冷嘲熱引話：做你呢啲咁嘅豆泥小買賣，仲好意思同人談合作？嗰日佢完全冇出聲，
只係微微一笑話多謝晒你。翻去之後佢一句怨言都冇講過，只係更加認真咁去學習點樣經營生意。10年時間過後，佢間公司越做越大，相反嗰位供貨商嘅生意就日漸衰敗。有一日兩個人又喺商會上面撞到，對方塊面紅晒咁走過嚟敬酒同佢道歉，佢淡淡然一笑，過咗去嘅事我一早已經唔記得咯。嗰一刻邊個贏咗？贏嘅絕對唔係面子，而係成個格局。中庸講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真正嘅君子絕對唔會為咗爭一口氣去做出失德嘅事，因為佢知道命運嘅回流遠比人想象中要深遠得多。你如果動怒，就係俾對方嘅衰氣帶走；你如果報復，就係俾對方卑微嘅格局拖低埋自己。但係你如果可以忍得住，嗰種就係一種積德，一種將怨氣轉化成福氣嘅智慧。古人有云：做事留餘地，處事存厚道。意思即係話，凡事唔好行到去最極端，越係一味想討回公道，就越容易失去咗天理。因為天地自己有一把秤，遲早會衡量得一清二楚。唔尊重你嘅人，終有一日會俾更加唔尊重佢嘅人去對待。呢個係因果嘅回路，根本唔需要你親自動手。道德經話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個天從來都唔會記漏數。你要相信命運自然會幫你教訓呢班人，而你唯一要做嘅只係穩穩陣陣咁企喺光明入面。各位朋友，唔報復唔係因為驚，係因為你睇得比佢哋所有人都要遠。你清楚知道一刻嘅輕蔑根本唔值得你折損自己嘅福氣，一場侮辱，完全唔配你跌低咗自己嘅格局。真正有智慧嘅人，絕對唔會為咗一時嘅怨恨而斷送咗自己嘅運勢。佢明白天道循環，好與壞都有原因，佢只會做啱嘅事，留低落嚟嘅就交俾時間。我成日都講，原諒一個人，唔係因為佢個人值得你原諒，而係因為你唔想俾佢拉住一齊沉落去。唔報復唔係懦弱，係一種自我保護。因為當你心入面冇怨無恨，天地都會為你開路。當你願意學識放低，命運就開始升溫。你根本唔需要同唔尊重你嘅人去計較，佢哋唔係你人生嘅左腳石，只係提醒你係時候要向更高嘅地方走。所以話最狠嘅報復就係令到自己活得比尋日更加有光芒，比佢哋想象中過得更加好。你越係寬容，你條命就越寬發；你越係懵嗌，你前面條路就越窄。唔報復係一個人最高級嘅反擊，佢唔需要靠言辭，唔需要靠手段，純粹靠修養。等到有一日你變成咗佢哋要抬高個頭仰望嘅嗰個人，佢哋望向你嘅眼神入面就經已藏住佢哋自己嘅報應。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越係精虛和惡就越俾人敬重，而有啲人越係高傲自大就越俾命運修理？其實呢個就係尊重嘅秘密。尊重唔單止係一種禮貌，而係一種能量嘅對等交換。已經講公共君子，卑以自牧，天道之德。天越高就越顯得慈悲，水越滿就越係無聲無息。一個人如果識得去尊重人哋，其實係喺度幫自己積福。相反，一個人如果習慣去輕視人哋，其實係喺度削弱緊自己本身嘅氣。氣一散咗，人就會亂；心一亂，條命就會衰。我之前遇過一個後生仔，佢個人好聰明又好做得嘢，但係總係瞧不起身邊嘅同事。有一次我問佢：你點解對人總係咁冷漠？佢話：佢哋配我唔起。我笑一笑話：後生仔啊，你以為係佢哋不配，其實係你自己嘅氣太淺薄。因為尊重係氣場嘅互相對流，你不尊重人，天地就唔會護佑你。幾年之後佢做嘢接二連三出事，事要完全停滯不前，朋友亦都一個個遠離。佢跑過嚟找我，我試試命麼？嗬？我話唔係命，唔好係因為氣唔穩，氣唔穩係因為你個心根本靜唔落嚟。易經坤卦話厚德載物，咩叫厚德？就係可以容得落人。一個可以容人嘅人，個天自然會保佑佢。因為天地最尊重嘅唔係你幾聰明，而係你嘅德行尊重人哋。其實係修煉緊自己嘅德。你敬人一寸，
天就少你一尺，你輕人一語，命就少你一分。呢個就係天道嘅平衡。我哋中國古人成日講敬天敬地敬人啊，呢三個敬字絕對唔係做下形式，係要令你明白你永遠都唔係成個世界嘅中心人，一狂妄自大，氣就會散晒，氣一散，命就會變薄，命薄嘅人就算暫時幾得意，都絕對守唔住長久嘅運勢。大學入面有一句話：君子必慎其獨，意思即係話一個人就算喺無人監管嘅時候，都要心存敬畏，因為天地有眼，你點樣對待人，命運全部幫你記低晒。有一次我去講堂授課，落堂之後有一位清潔阿姨行過嚟幫我收翻個麥克風，我即刻起翻身同佢講辛苦晒你啦。他當場愣咗一愣，笑住同我講：好少有人會同我講多謝。嗰一刻我心入面特別酸。呢個世界上最值得去尊重嘅，往往就係呢啲最唔起眼嘅基層人士。易經講根受益，滿招損，尊重人哋係一種根虛，睇唔起人哋係一種自滿。天道最驚嘅就係滿，因為一滿就裝唔落身嘅福氣。有啲人表面上睇落好風光，其實命中之氣一早空晒，因為佢喺條路上面輕視咗太多人，欠下咗太多嘅善意。佢以為一切都係理所當然，殊不知嗰個就係佢氣場開始流失嘅起點。一個懂得尊重嘅人，就算本身一貧如洗，全身上下都自帶一股貴氣，因為佢身上有光，嗰種係德行嘅光芒。我記得有一個民間嘅小故事，村入面有一個木匠，手藝非常之好，但係佢個人好尖酸刻薄，愛葉老冧人，邊個嚟求佢做木工，佢都冷言冷語，面口好臭。大家忍咗佢幾年，終於全村人都唔再請佢做嘢。後嚟佢嘅生意一落千丈。另一個木匠手藝其實普普通通，但係對人總係笑臉迎人，做員工仲會幫人哋屋企收拾得乾乾淨淨。10年之後佢變成了遠近聞名嘅大師傅，村入面啲人都話佢條命好。其實邊度有咩天生條命好？嗰啲全部係用尊重換翻嚟嘅氣順，氣順再換翻嚟嘅福氣。有位朋友問我點解我總係成日俾人輕視，我話因為你心入面仲未種下尊重呢粒種子。佢當場呆咗我，跟住講：當你先學識點樣去尊重人哋，人哋自然而然就會尊重你。如果你內心對人總係帶住敵意，人哋本能上就會遠離你。呢個係能量嘅自然反應，尊重人哋絕對唔係向人示弱，係令你嘅人生唔會逆天而行。唔尊重人哋唔係你精明，係夾硬同自己條命作對。中庸講敬以直內，意以方外。敬係一種內心嘅姿態，佢可以令人沉靜，令人心思清明。當你心入面有一份敬意，你睇咩都會覺得順眼。當你心入面冇咗敬意，你睇邊個都覺得唔對路。有敬意嘅人講嘢語氣溫和，冇敬意嘅人說話字字帶刺。有敬意嘅人調氣順，冇敬意嘅人內心污濁。天道就是咁樣公平，因為天永遠眷顧懂得心存敬畏嘅人。易經入面講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天道強大而不卑傲，地道柔和而不卑微。人如果可以學天學地，就會懂得剛柔並濟。呢個就係尊重嘅最高智慧。尊重人哋咪因為你驚佢，而係敬重佢嘅天命。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該走嘅路，該承受嘅磨練。你尊重佢就係尊重上天嘅安排。各位朋友，當一個人真真正正懂得尊重嘅時候，佢就不會隨隨便發脾氣，唔會輕易去評斷人哋，唔會亂咁插嘴，因為佢清楚知道尊重係修行嘅開始，輕視係墮落嘅起點。修養高尚嘅人從來都不需要同人反面，因為佢嘅一舉一動一早已經令人心生敬畏。有時候一句唔緊要，比10句教訓更加有力量。一個微笑比一場大嘈大鬧更能化解怨氣。禮記入面有話：無不敬者，天之道也。尊重係天道。人如果失去咗敬意，天地都會漸漸離佢而去尊重人哋。唔單止係修德，亦都係幫自己積福。因為個天喺上面睇得一清二楚，你敬重邊個，天就敬重你。
你輕視邊個，天就輕視你。所以話尊重唔係一種普通嘅禮貌，係一種氣場，係一種境界，係一種條命嘅厚度。當你真正懂得尊重人哋，你就已經掌握咗命運嘅鎖匙，因為你不再活在同人比較入面，不再陷在同人對抗入面，而係活在天道嘅順流當中。嗰一刻，你真正走出去俾人唔尊重嘅命運，走進了人敬我、天助我嘅大運。各位朋友，人活到最後，你會發現到真正嘅尊重從來都唔係人哋俾你嘅，而係你自己收翻嚟嘅。當你仲喺度計較緊人哋對你嘅態度好唔好，説明你根本仲未覺醒。當你可以笑住看淡人哋對你嘅輕視，嗰個先至叫做修行。道德經有言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真正懂得人哋嘅人係聰明，真正懂得自己嘅人先至係覺醒。一個人如果唔懂得自我反省，佢就會永遠俾人哋嘅唔尊重困死一世，因為佢個心仲俾外界嘅聲音控制住。人哋瞥你一眼，你就不安樂；人哋一句冷言冷語，你團火就起。呢個説明咗啲咩？説明你個心根本仲未穩陣。修行唔係喺廟宇入面，係喺心入面；覺醒唔係喺言語入面，係喺境界入面。有位朋友同我講，佢喺職場上面俾上司狠狠羞辱，氣到幾晚都瞓唔着。我問佢：你想得到啲咩？佢話：我想等佢知道我絕對唔係好級嘅。我笑咗笑話：咁你一早已經輸咗咯。佢當場呆住我，跟住講：因為你個心亂晒。佢鬧你幾句，你就成個人俾佢牽住行。呢個唔就係佢贏咗啦咩？你睇下，人呢一生最應該贏嘅係自己個心。當你可以穩住自己個心，唔俾外在事物影響，你就立於不敗之地。易經講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好多人只係睇到自強，卻完全忘記了前面嘅天行兩個字。天係點樣運行？四季不斷更替，有條不紊，完全唔亂，陰陽交替，循環不息。天之所以咁大，係因為佢從來唔同人爭，亦都唔會同啲無謂小事計較。所以一個人如果可以學識唔俾外界牽動，嗰個就叫做順天而行。你根本唔需要去爭到底，邊個尊不尊重你？因為你嘅存在本身就經已係一種力量。人生最艱難嘅修行係學會放下反應。我哋太習慣以牙還牙，卻忘記了命運自然會替我哋出手。有個學生問我：那我哋輕視時，什麼都不做嗎？我話當然要做，但絕對唔係帶住動怒咁去做，而係帶住提升自己咁去做。人哋恰你，你就收得；人哋侮辱你，你就收忍耐；人哋呃你，你就收智慧。你越係受到試煉，你身上就越有光芒。當你不再去對抗，而去吸收、化解、轉化，嗰一刻你就真正覺醒啦。有個民間故事有講，古時候有一位老人家喺度耕田，隔壁鄰居總係笑佢好笨。佢話：我唔同佢哋爭，我只係同個天爭光。結果嗰一年，佢嗰塊田嘅收成係全村最好嘅。呢個故事講緊啲咩？講嘅就係一個人如果只係同個天去比，唔同人去鬥，天地自然就會護佑佢，因為天最敬重嘅就係呢啲可以沉得住氣，完全唔俾人心擾亂嘅人。道德經又話：知人者智，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好多人都一心想贏過人哋，卻忘記了最難贏嘅其實係自己。你可以做到完全冇多餘反應，唔係因為你個人冇脾氣，而係因為你有大智慧。你清楚知道呢件事不過係命運俾你嘅考題，絕對唔係你嘅終點。當你通過了俾人輕視嘅考驗，命運自然會帶你去到新嘅高度。而嗰啲曾經唔尊重你嘅人，會喺某一日用充滿敬畏嘅眼神重新望住你。尊重呢個詞語表面上睇落好簡單，其實入面藏住人生最高深嘅修行。當你尊重人哋嘅時候，你係喺度修福；當你俾人唔尊重嘅時候，你係喺度修慧。一個人如果可以喺俾人唔尊重入面，依然保持平靜慈悲、心境清明，嗰個係命運正在送你一堂好大嘅課。佛家有講境由心生，人哋唔尊重你，其實不過係一面鏡子，塊鏡照出你嘅反應。
照出你嘅修養。你如果可以喺嗰一刻笑住放低，嗰個就叫做超越你，越係唔動怒，福氣就越深厚。你越係唔計較，天地就越顯得安靜。當你修行到某一個程度，你自然會明白，尊重從來都唔係對方俾你嘅，係你自己本身德行嘅投射。你嘅德行有多厚，你嘅氣就有多穩陣。你嘅氣有多穩陣，你條命就有多順暢。由嗰一刻開始，你不再需要去乞求邊個尊重你，因為你開始已經完全值得。當你心入面有光，黑暗就不敢行近。當你心入面有德，人心自然就會敬畏真正嘅尊重。唔係人哋唔敢恰你，而係人哋不忍心恰你，因為你嘅存在帶住慈悲，同時亦都帶住威嚴。禮記有云：人有敬，人亦敬之。尊重係一種循環不息嘅能量。你敬重人，天就敬重你。你如果收到安然自若，天地都會為你讓路。所以俾人唔尊重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慌，千祈唔好恨。嗰個只不過係命運對你嘅提醒，你係時候要再往上修煉啦。修到最後，你不需同人反面，不必多作解釋，不再斤斤計較。你個心靜到好似水咁，你嘅氣盛到好似座山，嗰一刻天地都會尊重你，因為你已經變成咗一個自身自帶光芒嘅人。願你往後嘅人生不疑怕任何輕視，不畏遇任何冷眼。願你修煉出穩重嘅氣場、慈悲嘅心懷。願你喺不動聲色當中贏到命運最高嘅敬意。當你修成內在嘅光芒，你會發現到所有嘅尊重其實全部都係來自你自己。一個人真正嘅成長，絕對唔係由示意開始，而係由學會看淡人哋開始。你如果太過喺人哋點樣睇你，你就會俾佢哋嘅眼神捆擁住你一生一世。你如果可以放低人哋嘅態度，你先至開始真正咁為自己而活。中庸講：小人怨天，君子責己。呢句話係一個人心智成不成熟嘅分水嶺。當你總係覺得人哋唔尊重你，成個世界對你都好唔公平，嗰個説明你仲活喺外求嘅層次。真正嘅覺醒係你開始懂得內求。你問嘅唔再係點解人哋唔尊重我，而係點解我會俾呢種人影響到我。你睇下，呢個就係智慧嘅轉向。外求嘅人總係喺度怨天尤人，內求嘅人總係喺度大徹大悟。易經入面講：修己以安人，修身以安家。修養德行係為咗令人心服口服，修養自身係為咗令到家庭和睦順暢。呢一切嘅根本全部都喺個安字人。如果心不安，就會變得好急，一急就會做錯事，一錯就會成個盤亂晒。所以點解好多人越係聰明，反而越係過得唔快樂？因為佢哋心不安，佢哋太過喺意輸贏，太過喺意眼前嘅一句説話，一個面部表情，結果活到好似一條擒到最緊嘅琴弦，吹少少風就斷。我成日講人有兩種氣，一種叫做脾氣，一種叫做福氣。脾氣一嚟，福氣就走；脾氣一收，福氣就留。你越係可以穩得住自己個脾氣，個天就越會俾翻好嘅氣你。呢個絕對唔係咩迷信，係氣場嘅必然規律。天地之間本來就係一股氣，人順住呢股氣就順應天道，人逆住呢股氣就違逆命運。我認識一位老人家，後生嘅時候脾氣好火爆，動不動就爆粗鬧人。到咗晚年，佢學佛開始自我反思。有一次佢講，後生嗰陣我贏咗好多場吵架，卻輸咗成個完整嘅人生。佢呢句説話我記到依家一輩子。因為一個人如果淨係識得贏口頭上嘅仗，命運遲早會要佢連本帶利還翻出嚟。而一個可以忍耐嘅人，個天遲早會補償俾佢。易經話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善意不單止係俾錢做好事，更加係一種不動怒不起恨意嘅心境。你睇下，人到咗中年以後，你就會發現真正高層次嘅人都有一個一模一樣嘅共同點，佢哋身上都帶住一股靜氣。嗰種安靜絕對唔係扮出嚟嘅，係從無數經歷睇透放低當中修煉翻嚟嘅。佢哋遇到事情完全不慌不忙，俾人誤會亦都面不改色。因為佢哋一早已經明白，凡事都有因果報應，
凡人都有覺醒嘅時間。莊子話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呢8個字係修養嘅最高境界。一個人如果可以唔俾外在事物牽動，佢就得到真正嘅自由。當人哋唔尊重你嘅時候，你如果可以不動心，你就在修煉定力。當人哋輕視你嘅時候，你如果仲可以保持微笑，你就在修煉智慧。當人哋嘲笑你嘅時候，你如果仲可以去祝福佢，你就在修煉德行。我之前喺一間大學講課，有一位學生問我：人點解一定要保持善良？善良嘅人成日都俾人恰。我笑咗笑，我話真正嘅善良絕對唔係冇原則咁一味對人好，而係帶有界限嘅慈悲。佢既可以做到寬容，亦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，善良而不過分糊塗。嗰個叫做人堅守原則而不刻薄對人，嗰個叫做義。呢2個字撐起咗成個中國文化嘅骨氣。道德經入面有話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你話下嗰啲水柔順到可以繞住成座山而流動，同時又堅硬到可以穿透石頭變成山谷。佢不嘈不鬧，不顯露自己，卻無處不在。一個真正嘅修行人就係好似水咁樣，佢唔會同人爭論對錯，因為佢自己心入面清澈無比。佢唔會同人爭高低，因為佢清楚知道高低不過係時間嘅問題。好多人不明白點解真正懂得嘅人反而唔會多講，因為佢哋知道真理係留俾有耳仔聽嘅人聽嘅，唔係要向所有人去表白解釋嘅。世上最有力量嘅聲音，往往就係沉默。沉默絕對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強大嘅自信。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係邊個，完全唔需要邊個嚟幫我定義。有時候命運會專登安排一啲完全唔明你嘅人出現，嚟試探你個心，睇你係會俾人激到跳腳，定係俾人磨練到更加強大。佢哋絕對唔係嚟摧毀你嘅，係上天派嚟成全你嘅。因為如果冇經歷過俾人輕視嘅日子，就絕對唔會有後來咁厚重嘅人生。已經講否極泰來，否代表住閉塞行衰運，泰代表住通達行好運。人喺處於否嘅谷底時候，如果可以做到不怨恨、不忙亂、不爭奪，那泰運就離你唔遠啦。所以話，當人哋唔尊重你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急住去反擊。嗰個好可能係個天喺度訓練緊你，要你學識靜、學識忍、學識完全不動心。你如果越係俾人輕視，就越係穩陣；越係俾人忽略，就越係勤力喎。嗱，你離鐵底翻盤嘅日子就不遠。真正嘅大智慧，絕對唔係去睇透人哋，而係去睇懂自己。一個人如果成日成夜盯住人哋嘅言行舉止，佢永遠都冇辦法修煉到心靈上嘅自在，因為佢永遠只係活在外界嘅回音入面，而唔係活在自己內心嘅心音入面。真正嘅修行人絕對唔係去管人哋做錯咗幾多，而係隨時反省自己到底明幾多。各位朋友，人生嘅格局係你個心嘅大細去決定嘅。心眼小事事都覺得煩，心胸大處處都可以安然人哋鬧你。你如果可以唔發脾氣，你自然就比佢高一層。人哋泣笑你，你如果可以一笑置之，你自然就比佢穩重一層，心越穩，命就越順，命越順，福氣就越深厚。願你喺人生嘅道路上面越行越穩陣，越修煉越安靜，唔怕任何輕視，唔恨任何冷眼，懂得順應勢頭，學會隨時放低。當你修成一幅由衷帶光嘅氣場，你就不再需要任何人對你嘅尊重，因為天地萬物都經已喺度尊重緊你。到嗰個時候，你先至會大徹大悟，原嚟俾人唔尊重，不過係命運送俾你嘅一堂終身修行課。只要修得過，你成個人就經已完全唔同晒啦。